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500年以来，咱全世界上畅销的圣经，是天顶真神的密事，要教训人、督责人、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咱人的生命大有益处。要教导读圣经的人，追求完美，做一个完全的人，批判行各样的善事，并且互相信耶稣基督这基督徒呢，有得救进天国，享受永生福乐的智慧。进入教会基本信仰呢，本乎圣经提出10大信条，加做真耶稣教会重要的教义，提供着信徒查考学习，借着真理的圣灵的引导，互咱有正确明白进入天国迄个真正的门路。这个教义是真信仰的基础。真耶稣教会基本的信仰呢，就是圣经内面重要的教义。既然诚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呢，咱理当清楚明白共同相信，并且遵行，进一步来本会查考永生的真理，互咱做伙呢牵手行这条天国的正路。将来呢，能得到公义的奖赏，荣耀着天顶独一的真神。今日节目呢，伫这个画面娘这个台湾内底呢，喜信要奉耶稣的名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来探讨分享，主题对真耶稣教会基本的信仰10大信条的第10条，信心判。这第10条的内容是信主耶稣伫伫世界末日对天降临，审判万百姓，义人得到永生，恶人呢受永刑。咱先来探讨第一段世界末日的预兆。这圣经的开端你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彼得后书第3章第40到14节，这一个记载讲主要降临的应许呢伫倒位呢？因为对列祖困了以来，万物甲起初创造时阵乃是同款。当时的世界被水淹灭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可凭着迄个命令存留。伫等到无敬虔的人呢受审判做定律的日子呢，用火焚烧。但主来日子呢，要亲如贼来到同款。迄日日得甲天有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拢被烈火消化，地甲中间的面拢被烧尽了。这一切既然拢要安尼消化，恁做人就应该安那圣洁、安那敬虔，切切仰望真神的日子来到。咱要照着伊的兴许，望着新天新地，就当殷勤，互家己无巴拉散、无指责，单人见主。可见的这世界的末日有被烧毁的一天。基督徒望却是新天新地。马太25章31到33节以及46节，这记载着当这人子伫荣耀内底呢，当着众天使降临的时阵呢，要坐伫伊荣耀宝座顶面，万百姓呢拢要出席伫伊面头前，伊要甲因分别出来。这人呢，拢要到这个永恒内面去。遐义人呢，要对永生的所在去。可见的这世界末日呢，主当着众天使降临的时阵呢，就是耶稣要审判万百姓，赏善罚恶，要按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着个人的日子。这世界既然有末日，那末日来临呢，以前呢有啥物预兆呢？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有咧讲到讲，你应该知影，末世得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呢。因为迄个时阵，得人要专顾着家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无因负义，心无圣洁，无亲情，未当改换，爱自高自大，爱因无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可见这末日呢，有一个掉头预兆，就是罪恶滔天啦。这个社会黑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但以理书
章的第40预言讲，直到末日直到足侪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的确要成长。今日知识爆炸时代，正是符合了圣经的预言。这第2个预条，你讲到个2500多年前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的遗忘啦，心内烦恼不安，掉了全国特殊，伊愿无度来解梦。这特殊无度解梦，就互王甲杀掉。真神的先知但以理呢，甲3个朋友基于天顶的真神的指示，得知影这世界演变的局势。原来所望见的这大象呢，就是金头是巴比伦。这个银星呢，甲这个银的这个手骨呢，就是马代甲波斯。动的巴肚啦，甲动的腰，就是希腊。2条铁腿呢，就是东西罗马。这个半天半年的土呢，就是2支脚。对世界末期有2个大集团，每一个集团内底呢，有强有弱，各有民族掺在中间，袂当完全三合的团体。常常发生战争甲分裂。今日全世界将近有200个国家，有民主集团，还有共产集团。所以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所在有饥荒有地动，这拢是灾难的起头。以上记载，伫这个但以理书2章31节到45节，以及这个马太福音4章7节8节，可见的这全世界呢，分的是世界末日的这个来临的前兆啦。这是第2个条头。主要说，马太福音4章21节嘛，预言着末日会来临的灾难。伊讲迄阵的确有大灾难，对世界的起头一直到今日无亲像安尼灾难，后来也无。若是无减少迄日子咧，既然有迄去的，总无一个会当得救。只是为了选民迄日子的确要减少。伫这个启示录第6章第3节一到第8节，又有可怕的预言，讲掀开第2印。有一匹乌马，徛伫马顶的手摕着天平，酒甲油拢袂当糟蹋。拍开这第4印的，有一匹这个灰马，灰色的马，徛伫马顶的伊名叫做死，用着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着地面上1/4的人。可见世界末日的大灾难也是空前绝后的啦，包括了大战争、大饥荒、大瘟疫这个大人祸。这是可怕的大灾难是末日的第4个预条啦。2700多年前，神藉着阿摩斯先知咧讲这预言，讲迄日我伫甲要建立大卫倒塌的碉堡，他自中间的破口，甲迄个破坏建造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早时阵同款。这记载咧阿摩斯书第9章的11节。大卫以后的当中生出着弥赛亚救主，耶稣代替世间人死伫十字架顶，第3日后来复活，40日显现，后来又升天，互孙这顺圣灵大降，建设了使徒时代的教会。经过大概是300年后，因为异端邪说政教合一，风俗习惯、知识甲道理变质圣灵就离开早期的教会。这个道理变质的教会呢，就是大卫倒塌的碉堡总是进入了世界末期呢。真神要按照着伊救人的计划，伫1917年圣灵伫这个中国北京建立了真耶稣教会，要复兴使徒时代圣灵所建立的真教会，要甲这个恶者所破坏真道来修正，或者是补救，亲像使徒时代同款。今日有真理、有圣灵、有新约真耶稣教会，就是担当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啦。2500多年前，真神借着哈该先知发预言，讲这个殿后来荣耀得我大过先前的荣耀，伫这个所在得到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真神讲的。这记载哈该书第2章第9节，
可见的这世界末期的真教会出现，是世界末日以前的第五个预兆。有真神同在得救的真教会，的确望着真神的圣灵大大的做工。信主得救的人呢，的确要日日愈来愈增加，并且赢过早期的教会的荣耀。今日将得救福音传遍了世界，来等候耶稣基督对天降临。启示录13章第10到第7节嘛咧讲啦，讲一个兽对海中起来，有10角7头，10角顶面滴着这个10个冠冕，7头顶面有7道的名字。迄龙将家己的能力、座位甲大权柄，拢互伊，又赐互伊讲夸大亵渎的话的嘴亵渎神的诫命，并且伊的手无以及遐个住伫天顶的，又任凭伊甲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伊甲这个权柄呢，赐互伊制服着各族、各方、各国。对这咱就知影，基督的出现就是世界末日以前的第6个兆头啦。这基督呢，对撒旦会当得到规律、地位、权柄甲适度迫害批评属真神的教会甲虔诚的圣徒。当门徒问耶稣：你降临甲世界末日有啥物兆头呢？耶稣回来讲：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恁。伊将来有真侪人无法命来，讲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真侪人。你要听见修正甲修正的风声，总是毋当惊吓，因为这代志的确有诶，只是末期还未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真侪所在有奇形地动这是咱的起头。这天国福音的确要传遍天下，对万百姓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这记载伫马太福音24章30到40节。所以可见主要说对天再来以前呢，有基督要来迷惑人，要征战饥荒、地动、瘟疫代志，直到天国的福音呢，要传遍天下。这末日呢再来到，这是第7个预兆啦。启示录19章第7节到第9节，伊佫甲咱讲一个信息，有关万物圣灵所建立的真教会。这经常讲咱爱欢喜快乐，将荣耀归于伊，因为羔羊分出时阵已经到新妇家己已经装备整齐，就望因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幼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讲你爱穿上既然比请赴羔羊的婚宴的人有福气又对我讲，这是神真实的话语，所以可见这个大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要迎出伊的教会日子近咯。所以身为神父的教会兄弟姊妹拢都爱警醒备办，追求圣洁完全，等候新郎主要所基督来迎出。可见得救的真教会达到完全的地步，就是神父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迎出的日子。这是世界末日主再临的重要兆头啦。第二段，咱要来讲主的确要对天顶降临审判这个世界万百姓。当主耶稣伫橄榄山顶面升天的时阵，出现2位天使，对这个定睛看着天的门徒讲：加利利人恁为什么徛咧看天呢？这离开恁被接升天的耶稣，恁看见伊安那往天顶去，伊也要搁安那来。这记伫使徒行传第1章11节。主耶稣对天再来就是要按照各人的行为审判各人，因为伊就是公义无私守法分明的真神所以圣经讲按照定命人人拢有一个死要过审判这记载是必来出第9章27节。所以咱要提醒着世间人，毋是讲死就煞，乃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善恶不报，乃是日子未到啦。所以约翰福音12章47节48节嘛咧讲啦，耶稣讲，若有人听见我的话无遵守的，
我无审判伊。我本来毋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去做我的无领受我的话人啊，有审判伊的，就是我讲的道。伫末节，我要审判了伊。可见的耶稣根据着伊公义的道，要来审判万百姓。所以罗马书2章第5节第6节佫讲啦，当真神震怒显伊公义审判之日来到，伊就要照着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启示录1章12节嘛咧讲看啦，我哋要紧来想法在我，要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着伊。可见这个审判日子呢伫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真神面头前啊，无一个人可以逃避着伊公义的判决。但最后所讲天父无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代志全然交予囝。这记伫约翰福音第5章2节，可见审判世界人权柄伫主耶稣的手中。所以咱来面对着审判，审判的标准根据着罗马书2章第7节11节内面所讲的，既若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甲迄未当朽坏的福气的，就以永生报应着因。多多激动啦，无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着因。将患难困苦交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交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利尼人。因为真神呢无偏袒人。咱过来讲这个第3段，咱查考咧，就是讲义人要得永生，恶人要受永远的刑罚。所以说，马太福音25章第3比率在讲到论审判日子，伊讲当人子伫荣耀内底呢，当着众天使降临时，伊要坐伫伊荣耀宝座顶面，万百姓咧拢要坐伫伊面头前，伊要分别出。敢若像牧羊日咧分别，即个绵羊爱山羊共款，要甲绵羊安置伫正边，山羊安置伫倒边。即比如一结论就讲第40、60讲，遐个人呢要对永生的所在去，可见呢离世的人只有2个所在去处毋是讲得救去往天顶享受永生，无就是袂当得救，要灭亡落地狱去受永远的刑罚。所以马太福音5章34节，则嘛咧讲安尼这个王要向迄个正边来讲，恁这个望着我天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迄个创世以来为恁所备办的国。所以敬神听人的义人，最后呢会归属就是进入天国来享受永生。敢像保罗伫顺道以前唱出得胜的开歌。伫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到第8节咧讲，迄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拍过当拍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对当以后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迄日子要赐我，不但要赐我，也要赐我见爱慕伊显现的人。所以咱这拢爱爱慕耶稣基督对天的降临，按照公义审判世界。咱拢要来求主耶稣来保守咱咱毋好搁再犯罪，会当守道行道，听神听人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日子咱会当亲像保罗同款的信心伊伫顺道以前坚定的讲主得要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得要救我进入伊的天国，伫迄天国享受永生，充满着迄个好理无比的荣耀。这启示录2章的第5节嘛，咧讲无再有乌夜因也无再有灯光日光，因为主真神的光要照耀着伊因也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袂当得罪人才恶人伊就要落地狱受着永远的刑罚呢。这马可第9章4、8节咧讲主要所讲伫遐虫未死火未灭的人的灵魂既然袂当消灭，还会当感受着虫咧咬火咧烧的痛苦，迄是何等的凄惨可怜的代志呢？
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7节到第9节，遐就记载讲，迄时阵哦，主耶稣也要当着伊有能力的天使哦，对天顶伫咧火焰中间显现，要报应迄个无人捌真实的，甲遐个无听从咱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耶稣的面，甲伊权能的荣光。这是种心灵内底上大的痛苦啦。离开天父真神的主爱，甲伊荣光，伫迄黑暗当中，伫孤单寂寞的地顶面受苦，受着这永远的刑罚，这是何等可怕的刑罚啦！所以亲爱朋友，咱趁着今仔日，咱应当爱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救人福音，就是这个福音是公义的道，正像主耶稣最后的吩咐，恁爱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互万百姓听。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无信的得甲必定罪。最后咱来重复着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这10大信条的第10条，信主耶稣得甲入世界末日，对天降临，审判万百姓，义人得永生，恶人呢受永远的刑罚。咱今日生命的牛就先甲咱谈到这，感谢你的收听。耶路撒冷，颂主基督。